今節講出了個約翰福音82節，有人講到，所以耶穌講俾攏眾人知嘅講，我就是世界嘅光，係咪人聽我唔會行出暗嘅路，但係要光嘅生命路行，且有人是個係聽耶穌嘅路，因為耶穌基督就係世界嘅光，是個世界的黑道，世界的黑道思想行到暗路，前面是個唔知乜嘅發生，佢就屬於暗路，但係你聽到耶穌基督。佢講佢都係世界嘅光，聽到佢一天要光路行。雖然這個前面是個唔知，你聽一個路，佢鋪排上半截架，因為到佢光路，嗱要光嘅生命路行，聽耶穌基督。嗱，約翰12:46節咁樣講到，我已經來出世界獨立的，就係屬於一個光嘅講，為了咩呢？為了每個人。相信我唔會一齊出暗中離殺，嗱，世間的暗中離殺意思咪呢？就係冇辦法、冇盼望、冇希望，馬計到暗摸摸，去到摸出頭天嘅路，係聽耶穌嘅路，耶穌係世界裏嘅光，一天之間要光路行，聽耶穌基督。第一，你得到生永人嘅生命路；第二嚟講，得到嘅喜樂嘅路；第三嚟講，得到嘅平安嘅路；第四嚟講，得到嘅喜樂，攏總嘅祝福切家。然後，隨住世間呢啲嘅祝福切家，你做乜計？佢也會指點俾家，也會開路俾切家，帶切家係心理，帶切家係成功，途途節節，佢本切家最好嘅，因為世間呢啲切家需要一個上帝嘅恩典。佢現代之間，一天之間唔係行我暗路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